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金光时尚节目。那今朝节目时间里，请来做收听徐云志、黄英、沙大台唱的上篇台词3节，请听第13位。这个就中央，我想抚养吃些米豆子，那么个豆子拿到书房里嘛，各位先生嘛，分听不落去。当把我们为这个豆子倾向这个背呀，吃不上么，我生。所以这个先生诗对当中一对嘛，我问的是当英好，先生哪位的？哦哟，你闷声的一气，我4个心里头吃子下去，不要违病讲啊！啥让我走开来吧？那么走起。我生病刚吃好的，2刚吃来走起，不了东高北一点水哦。先生2刚吃来一走起，那么呢，我去小出个口气呀，给到龙庭镇上预备第一当家龙兴，龙兴的当里一位是凤姓徐凤这2只围棋交关好，我来去当里抓出几部棋子嘛，拿个气还小出。那么我一走啊，2个大队要一个龙王的沟东南北方呢，大队不要紧，我可以还合理多，小这里多死了对付离题了，我来出题目个里多做文章，小这里多文章不会做，死里多不顾意的，小水木嘛木这么用，提的地方小哈2个题目。一个题目是30里，一个题目妻子好合，比方他高草拿起来书桌上胖胖，2位一起，局长，上于是今日预计要事，要到龙县当铺中去就要回来，你们弟兄2人各有个题目，大一起30里。2一起妻子好了，等我回来要文章交卷，说不交就虚归啊，虚归。王师要高插房，立起来么走过来，礼让一挪，到地当里下去抓鸡。叶童啊，老的难事。地大马门的，就是有的去拿你养高的出去车子带过了水要隔壁。哎呀，这里出门叶童啊，刚刚地大王呀是地草莓老把你呢拿头面高草上，石头上乒乓，晒个顶骨在给。也让我听着了。这里别忘记这张，这一家听得清清楚楚。是。地大事，你是余的也在龙兴地当去谁呀为业，只至于2个题目，大一起30里，有一起妻子好也，真的为了文章交句，说不交句嘛续费啊对。这个马上就续费啊这个。不晓得。都晓得的。续费是当啥的题目啊？要不来管。哪位手不出文章也当3不得。当啥对呗？头面文章我看文科这些。那我们科这些文章还是长这个还是放这呗？我也不知有个啦，我也不知道的。叶兄啊，那不得也问来这个。替我西高的人当比下才有文章去年是。替我西高人到底里谁有文章？那么脑袋那弟兄两高的当比也有文章。呀有文章。叶兄我但不懂的。那替我西高的人当比有些文章嘛真的吃的。那脑袋那弟兄两高的当比有些文章真的吃的。呀，不是当中，文章困扰了让头上个锅的。叶总啊，你爱上个鸡汤香铺啊？这是夜里是扭出来的了，500办法。侬这有个办法？没有啥个办在法。太阳底下，去叫一只当地的吃狗子。那么你要从喷了用，再弄个吃狗子，往那鸡里向几个躲进去，弄个粉浆夯着吹。哎呀，
文章如果出来，头上来出来。哥，你还有什么我们有个办法，哪个办法？这个题目啊，就是文章的名字。记得。你晓得哪个题目，往上的读。越多的想嘛越好那么多的想嘛头上过了这个文章个出来一听说你老黑你那么拉到给你玲珑背出来哎，真的，各位这里稀奇不了。来，我从哪个题目上面呀？我个题目是三呀，一个亿啊，4个字，4个亿，先生三。先几页？我不对，三不到几？不对了哟，三呀。这个确定呀，这个几个呀？叫数啊。这不三说没有写。32哩。32亿。怎么样从跨家上32亿呢？32哩嘛，么子当中30你个人立了一并不，叫32哩啊。这个的。你少的。这7季好呀。西子要吃。7季好呀。西子好7季好呀。30个力气。那你走哪个？来。哎呀。来。7季好呀，7季好呀，7季好呀，7季好呀。妹讲妹妹。什么？妹妹。他叫你妹妹呢？不，叫你妹妹叫多哟。我叫你妹妹。你这么丢躲起来没快的哟。这里起来没快我个师傅来。本章你写出来。几多都写出来把你弟兄成为水族之人，可以是你们写作。你等我。让我写多么100遍嘛，那么你后头棒当追上来嘛，文章一道出来哟。我有没有不答应到了？天上也是拿文章做起，你文章不把么吃上了，吃上的。现在么等你弟兄水做几年？答应给你你跑的你该这么巧。哎呀，不听了，有些呢。你跑进啊！我不听你的叽叽呀，叽叽呀，32哩有你帮也有个家2个大题目，往两个大题目。上班好来了旁边看看海的。哎呦，像个先生，他是不懂南京的。这2个大题目拿多少个文章？这多少个的实在也不理解的，文章懂也不懂啥么子呀？所以来了旁边了浪的，口点实心，他吃2句。看不起的是别，微笑子的人，我不比拿起来容易得不得了。不微笑子的人，我不比个分量3个月一天就送的。这2个傻天在哪来的？叫上往上做题目，文章不出来，4个肚子都是要花脱的呀。一霎之间不能也中那你做啥？文章嘛不是这都比我的呀。我呀那你懂。嘛都比我的呀。也从想办法补呢。你呀有啥办法？那在有的法子。啥个法子？背家有。在期望对象去补肥菜。现在的肥菜没有高兴的动。他们不到以下的拿把那弟兄养高的，这个像一肥这个傲气。这个头上不
对么讲这个，嘿嘿，那么文章喷的地方不加，那么文章真那一想喷不有开始看的呀。那么应用的翡翠也是阿痛痛的哟，哎，阿痛啊，这里头想着我文章上杀出来啊，干嘛没好，你查到少不为，那你别讲，公子，别在内啊，但希望给他是做翡翠，现在的翡翠要高你高谁的刀。你养高的出去我去下文章出来，说得出要西瓜，文章啥子说的？神官为证，公子是官为证。也莫中菜，别人说的，你也吃这么难着？牙齿夫妻现在差不多去。哦哟，要吃3碗，哈哈哈！我上次等那个到田里头汪啷到地毛，炒的对了是长沙话，不要为啥了。过来拿一张空白布，拿到水里，叫人去了。好的啊，真的的。是，当然出事了。水里下拿这个张空的白布啊，瓜子来这个好，一个里呀，从今相互个张白布不为布，高先生光布得来这个鱼样子。起初里布张白布是做娘，再过送岗位这个当上，儿子嘛不好看，我发最楼嘛一个不小心门开上100嘛当当一个跟斗，我在高上第3遍其实里认为啊别通，于是把那张白布去接了个肩高上去，这个嘛大丁鱼的人一般，给了嘎子丢塞，给我给一张当布这个。小日往里十里脚，这里面也很，这里呢是内部上北部啊，你不嘎子，不北部还要有嘎子。那么当八户是哪挪发呢？是你给到雨水门下来北部的壁浪，给到周水门来给到壁浪一拖，到屁的四倍啊！别人搞对面忙上来嘛，没好处坠落，不会背的跟斗。所以当然不到北部交关于瓜子，对个到北部看，我不得几时么可以还不顾着呢？到天下能给几时帮对么还成功？哎呀，不啊！哎，你怎么是在我的手中哦？可是那不里搞出来？你哪能在是我手里呢？这扎布不知，鱼子之外开嘛，说起来你来帮我位啊！我也不是我在你手里来，他等等你，神光为这了里那北龙里乡，一大路过来相互斗啊，从里老十王子与东北龙了西北龙。神忙斗2夫2妻和3只上的开天窗府里的射手来明我位。一个子那北龙里向往里向进来嘛，心事都得来。两我子打龙井，为数九，我一等民工来都飞，我是今世都明日为自己后人。不是几日个大白布不顾，哎呀，不让我一风雨西江风啊绿水，不让我
打吹响，不是应有，这些是有高的。一战中西，一水。推向一帮的神功走起，我们双双东不走脚，有他是一路白龙也出去。哎呀，我现在一张新日的大面孔是发现的必备。我前非也是讲面孔必备啊，于是把白龙里帮着阿哥兄弟姐妹啊叫到，我在十里叫，你别问，是现在啥个不开心啊？心事都得了，非里到门口的不美，根本呢，面孔上出点笑意吧。我不顾受用喜欢。早已面孔笑眯眯，各位来不晓得小日房门跟随，因为小日房这个大日房在隔壁，里向最没最得同一手闭门的了。那么小日房里来的清爽的，大日房里估计啊是都忙得不得了。你不会在总归到小日房里到手里么刚刚实实。现在到小日房门跟随忙里向一口时光为在，人家是这里。本弟子我在小日房里来十里家地菜，老早说好，现在里地菜也分说了。那么十里家那里想做啥呢？哦，节目要出水瓜，还是出水当相当，不是出水要收小菜。现在里想要讨地菜。第一个18菜，这个小菜肉丝，可是大家说八道，真正18菜的不记得个本子了，收了个早地不比该多也收了，我们吃18菜的，19菜的有必要吃的，大家说，参加1、2、3、4、5、6、7、8、9、10、11、12、13、14、中午了17、18，整起来吧，3个人呀，我预备差。所以不是按一个盲门人，明目嘛叫18菜的小菜肉是差的能地吧？恭喜十里家真是愿意了，不如没忙呀。想要地菜，讨地菜，东西里面2位娘娘多对谁要地菜，现在不来。想要地子菜嘛，讨不地，讨地子想要不地，东西里2位娘娘也不地菜。在公布搭起4特，这公布吃啥么？你也觉得吃第啥？那到底呢？到底也不第菜，还是4特个。你到冬至4嘛不比到底，你到嘛叫7不搭过手特个。狮子师傅来在书房里总该要听，怎么样？听到第菜，我拜杀。我想不这要比啥我都这样，好像想不着。那么我当你对象个了好分手礼物啊！吃当熬里要到带么来，这个带了熬不来，要我一个带的所以我夫妻吃带的嘛，今朝杀的少些菜。我那打熬去毛塞进来给嘞，龙已经不一能杀队伍汤吃。现在也杀这个了。哪里出来呢？把对出来问你到底的，你想吃第啥些菜？这里胃口不好，你当我去做一把的比后鸡啊，用细料后茶里炒地菜吃。
哎呦，是要个门上吃的，这吃子多个碗，别人吃多，哎，这里不多，多对了，一做工作说他多他几万，我自然不能讲出来。咱了原来去告诉想要是说要第一个三个壁虎子到后槽里吃皮头吃哪去吧？来了这里都不懂的啊！一吃烧个菜嘛，娘里多一吃烧个菜，咱了十里够些小爷。今朝老早起来，张王里领子银子啊，搞不了柿子去买出来个肉，第一张肉筋骨头在起它。而是金肉啊，切个肉是谁来洗？但就是人家一条一条，一打刀个地上本子，一地上本子个肉丝，现在一副长的是三眼子，哎，与小中国的大窝，大窝嘛上蒸笼啊，蒸的啥些在中国里向嘛，于是把我们小为了他，想要他去，一到小窝呢，就是地他半个小窝里向。与沟里下雨嘛，再自我记得，山上里来咱们上边嘛高还在，雨呀再自我记得，菜咱们拿了水里向，打了到3米走廊向，对等雨沟里向的雨棍子嘛，拿尿水呀，菜我记得，当然来了俺是一口嘛，吃了一个尸背真好，我曾经相互啊，身上像他布菜一样。原来我的米瑞勾心身上一身瑞啊，真正啊干净，一口嘛7万，没吃胸红鼻绿，十里条条看着，7万个皮肤啊，没吃个头发，胸红这个脖根鼻绿差一张嘴，十里要条不如是不当辈的，当人家不晓第15位这个好兄弟了，你都当辈。这弄起来真忙了，哈起米来米汤是要卡他5本，上来卡5本呢，那里第一本嘛就是个卡一包，第2本呢送的还有一种叫绿豆粉的，拿个绿豆粉一擦，擦出嘛皮肤白干。第3本嘛再拿豆腐一打，皮肤也嫩的。第4本嘛再拿个3节，可是话皮人不了呀，3节是一擦。第5本靠他们面孔上像拍的香粉啊，所以你呀，为这个好兄弟了，这样了都当在了都起里，当不会不晓得。我这个大空位不进来，你呀，不是。本人之辈很公告师门啊，这是小弟见于礼了。你要是一个北部的唱作，唱一个北部的哎。十里迢迢听见到声音嘛，身体哆落，不走来一看，哎呦，啥是你呀？他们那把菜单放出呢。实在眼睛不够，脑子不菜单。哎呀，你客气啥？老了的胃里呗，为个菜单里哟。你这北部都在边上放一放。是。这上就不来菜。是啊。我就想跟你讲讲。啊。今天跟这里是这样这个讲。因为今日司仪出2个题目。这2位公子不走文章，他们走不出文章，令我带来也走出翡翠，他们弟兄2人也基本是相违。哦，这个师友呢出这2个题目，这对是文章，对呀，这对文章走不出，归在那里都不的翡翠，是啊，一杀文章出来了，对。第一个嘞，文章那啥子出脚？他们就这样想。哎呀，你怎么懂得呀？我看你呀，他只找到一个单，跟上自己走起了身上子。啊，干嘛不理的完？哎，是啊。对了啊。是。那你刚刚说是好啊。十里迢迢挪步菜单，马上在你手上向一放，再还一道上灯，离开这里有地方下来。杀了不把了山的旁边呢，上坡鱼沟里向的鱼，春蛙之后有个活龙有点不大舒服。我说呀，姐姐，这龙呀，
是非常在此，当地聚聚，当跟了当地。是嘞，小小忙着里当兵嘛，就入手嘞。请上。哦呀，你是啥家？啊，走海路啊？不必是呀。你这是的来日的最好事。哦。他不把人家讲阿是嘞。嗯。生意关，各种没啥道理讲阿是。有句来公关，叫守得真理得真，哪怕后上是个隔壁等，还是不严心的了，什么样？给我大不说，规规矩矩的，守得真理得真。是，句句请上。请上。我是想跟你讲讲他们来嘛，有种搬来搬回去嘛。是啊。辰光就出得来。对。我怎么马上要追？我还要进不赶紧来这个事。是啊。那么我们3点菜也没空跟你讲讲。现在吃得来。是。我是在里呀。跟你讲讲。好啊。我听那个话啊，这种口音，收费人嘛。对，我是高手的。你收费人真的？高手的。哎呀，吃得来。吃比啥呀？有什么吃？那是收费。东西。这里东西他向你告知。是啊。还是讲你讲的。那么来收费吃了少长光？但不是我不能说。虽然川贵为水塘上，以面龙口，最多18度，43大万土地。哎呀，吃得来！那就吃个这真难吃。我还是了水塘上呀。我是了蛮高阶的呀。这个说起来真的有想的嘿。可是我还不晓得啊。好的。是啊。那么你姓啥叫啥叫？我姓康，名姓。姓康叫康姓。这名字还听得嘞。不记得。今年几岁了家？我18岁。哎呀，吃得嘞！你吃个真难吃。那是15岁呀。18岁。你姓啥你讲？我当保卜子了。我3月15自日计生。哎呀，吃得嘞！你吃个真的。我跟你一样，是个送子一样的呀。这个吃法子，看上去到你一头肉浪来的。我不晓得，我也不是花肉狼肉啊。对呀。那为什么呀？看看你在啥进来水子滴着哇？哪里会得水的家？何不你说我想去想死，这也不能说。我们因为事业工资差起，所以嘛碎了。碎碎。你看看我进来，这是碎跌了还是上跌啊？哎呀，在美术馆，可你手里进来装的哇。那么我这里装这波的东西，介绍兄弟啦，就是的呀，一个习惯。这女人介绍表示你水没里开心，是你装没介绍不开心的。实在到人间的没装呀，但是讲阿是你睡的啦，说实话个睡哟。你哪会得这样睡？我心里气是气的嘞。气的啥？你个杀气的，实在不会表不要气头中嘛，你这实在没装嘞，你手里装呀，我说话今天你装的啦，出去呢还那个杀气的，要我咱们看，那么狗血当发挥下，咱们没事的。我也是你的水吧，说是装这个木山门。哎呀，姐姐啊，我看姐姐儿子嘛，已经睡得多了。我睡着了。是啊。是呀，你们当我真心的嘛，可是现在是睡着了。这俩都是往向中杀气的。偷来动趁当为事，当天晚上我家冲杀花园到4里多个天干，得是个种子哟。是呀，现在都是你睡啊，说是你装着我熬上一文子来了。原来谁是睡了？谁晓得我哪会得睡的了？晓得的不知。你不晓得？哎呀，这是我把水喝的，说你晓得晓得。为什么呀？
我看来对出点点，可是家根本就得一样识得嘞。啊，一样是在人工上教育一样的。啊，不记得。那么我五嫂这么奶头头，他们第四个好样，肚子上好子。哦。我到地上发些裳子衣裳嘛，弄块有色的水泡子、白哈子，弄到你房里来，你不能老要。哦。我包了你房里向，你还弄上来。哦，我拿上看见，我当时弟兄到麻子来记了我打，这里就不我照干，这是也是拿上，说这不拿上就可以啊东西，下的哪个的？你弄着哪干？个的？那么你按三十家？哦，早上不满你说分扎呢，说是分扎里也东西的，我们但没有神心做不你扎了，你看我不去别扎。下的车的，不干。车。啊，看上去可甜了。不谢。啊，不甜，那是请吃东西。我说你要比上我跟抓人咋哪觉得？这打不打？不能不是吃真好。哎呦，我买的这地方样都做好，不能不是吃真好。你看我眼里啊哈讲。那个眼睛哈的。我专门找你阿哈的，狗肉哈，这是真好。是啊，让我看看看，不是真的啊真好哎。呀，你能说句我哎？真记得。你分手哎？哎呀，那么也是的。说句我说错吧，可以还比你个，姐姐，实际不能出一儿。实际出姨妈的虚儿，实际出了一儿被相依失意，开启了深奥气通呢。我也对对。你力不能生。你力不能生嘛，你到儿子啥辰光做？这么帮我你当心点呀！你呀手不清爽嘛，无理由都不知道把你说出来。我们那在晚上见2岁的时候，睡在船上么将这三鱼儿抽起来了。你把这个枣子可你要的啦！哎呀，又不是洗人了，这枣子，我是华里这个我人家可枣子了可。是啊，这里还是枣子了坑干啊！那么好多里像一样么子你按弄的？你要第三个我就这个。好多里呀么是，看得看见的，可是个红纸单，是个呀。那晓得里向啥么子？可是我不晓得啊。我真不知。你不晓得？里向嘛放那个铜币了还呀？为什么？为2根头发嘞。这2根头发是从地上拔下来的呀。那碰在这个里的。你老发神经病嘛？真记得。那现在啥个道理啊？我真不知。你不晓得？哎呦，他可以道理怪。童年包了好多里嘛，叫童年的了。对方的童年包了一代嘛，就这个东西啊，你阿懂啊？要不对了，现在，那么我听得懂噻。原来这里在让痴心啊，不对了呀！那3位啊，那里有点噻，我不是为吹响来的，这个是不对。自个也当心点噻。是，明白了。你晓得的？我给当心。这个两高头刚上啊，刚是辰光半日了，忘记他这样么事。当人分进来，这里要叫鱼沟里向有老者才子下去的，很多经过刚上，鱼沟里向有棍子天棍，妹棍么在龙发中，今朝两小菜不来家，这你小菜不来人，我内心不是要发火这种啊！老反这么杀伤力的嘣一蹦后抽起来鱼肉样，当人送来不人看见些鱼肉样，看见嘣一蹦后抽起来，哎呀，这完了这是后面，哎呀，你说那你不来给，这里叫鱼，为啥呢？不让带些的，
因为这到3日往里了，避免一个种事情的，就听咚咚咚咚咚追过来，在山头旁边一来几代，山头走廊下挪开前么步，往正我这里向一倒，我估计一改呀，哪不眼睛，到听见我这里向扑噜噜噜噜噜，那是哈子，这比菜牛是比之鱼他们不么老的，等子一些5百声人，我估计一开。挪开抹布捡起来旁边放一放，重新挪开固定抹布，鱼钩像靠一靠固定，大鱼再带下去，哪不能锯开的？真正山坡子的房子对不是想要的，但是不锯开嘛，我兄弟两个面有点不大舒服的，那是实力叫忙的，一到心里眼里一戳，一把菜咱们家里走廊上一躺。这个2只眼睛是忙得嘞，对着鱼钩像个鱼扣扣，对我兄弟妈妈，对我兄弟妈妈，再对着鱼钩里的鱼扣扣。我不能等得到，再等了该把海里的是咸菜要3分人工，当然立起来。最大的那个天井里像一个18天井，水做得来固定的，这里拉开一把都个是墙里布啊。墙里玻璃像一听的嘛，叽叽叽，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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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么子的？最后来一口毛，养个鸡拉了脑，相互里请他用得上。当然想让个人光工艺上能治业余，工艺上听得出第二个我讲上。我再来看看啊，你是地板中上咱们还不像，还有花样精，没有花样精的。一口啊，加上一只母鸡啊，不知不算个小鸡，还有你欢喜这个小贝啊，侪是那个儿子人啊，哎，你到过来吃了，20-8里到吃，那么小鸡们叽呀的过来吃，我到了用鸡，我说个对着个大母鸡口口捞那个塔布。我把你总是夫妻6年不回来了啊！我口里是也吃了啊，不理多出去了，我5个家就应该把地方熬吃啊！我有个一只公鸡，我说在鸡龟里面倒笼子里，个梦中中眼睛嘛湿漉漉，一手鸡嘎擦了笼子，够开里头，多够了。我是鸡吱呀，得不开呀！那么个啥母鸡呀，我说个嘞。啊，你为的重要，那个意思要你也是这个来，够开里多啊，你重要我也重来了。那么我说这个啥母鸡啊，呱呱呱呱叨，对这个叫用鸡，呱呱呱呱叨，咋的？把你吼一个黄眼，黄眼上王州呀，几个牛子上了王州也有王啊，哎，吼一个黄眼。放到个大里等了不必一口木用的夫妻相母在，已经为之些女的相母啊！这大里的相我确实不甘心的，已经是两个等了不必英国个狼血之上，用狼血呀！一张龙岗银刚上龙扑通说想到了多少呀？当然一口哈，这些为了希望里我要合理出来。我私里家才是啊，看见好的特别一样的才活出来。你到过里沙山里的听见上声音，哇！说然后科技到了，再是讲一听滴滴起滴起滴呱，滴滴起滴起滴呱，滴起呱起滴起呱。说然后看呢有些，把地出来看啊，十里叫了个菜鸟丝。菜肉是哪位的看呢？有些呢，这里叫水瓜做了不够，鱼沟里像个鱼啊，混着地上蚊子，一地上蚊子个肉丝踩下去嘛，到鱼沟里哇，他记得不了，水瓜做了，水里弄菠菜的，生起个小瓜上，滴滴起滴起滴，肉丝飞出来嘛，滴滴起滴起滴，滴起呱起滴起呱。俺们才不才找草，要是俺们要把它吃下。